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丁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这集是真正的要讲过啊，要做的代志，就是讲咱第27集的时阵是用哪记，用哪记无偌长，咱直接甲把克咧翻的台语，为头到尾读一摆，啊，咱就是讲，等新版的出来了哈，咱那个新版的去读一摆，所以你这集若听了，你才等于听27集。你也知影讲台语变化有安尼啊大啊，嘛是拢听有，但是差真济啊了。但刚像一个新的语言了呢，不管是用字啦，是讲文化啦，拢有变过啊啦。但是这真正一个趣味的代志，我刚看到的，就是讲，咱即摆在我这相机四轨拢买得到啊。因为感谢讲一开始有一号这古腾堡，对，伊发明迄个。现代印刷术，对啊，尾仔咱到法台湾印一大堆，迄当一本的迄种真价值，种几啊百万美金以上，而且已经20几年拢无人摕出来卖过啊，所以你用买袂着啊。但是不是有迄一张诶，因为以前可能印1、200本啊，尾仔完整的几十本，有当时有人找着一张诶，还是讲一本较散，人就一张摕出来卖，无输你想若互你选啊，你要选哪一张？你会使保留一张尔。这当然讲法就是讲，那规本来拆了，上贵的迄张是大概公斤的一张，一页啦，还是讲一页啊呢？你无输你先给了解，你讲我第一名咧？我是爱约翰福音3章16吧。那是什么物啊？上帝听世间人，甚至乎伊的囝死就是决定，互一切相信伊的人无灭无得的永远活。无说一定较免开这钱，大家较爽啊！对，大家感觉上贵的应该是出来记记的。你讲想着？我无想着，可能是40张吧。是记在啥？还是我记唔着。10条街是10条街 OK 这当想象嘿，因为人迄是有刻在迄个石头顶头啊，摕倒来变成约柜，变约柜，是40在吗？20章第1节，20章第1节，第1节对第20节开始啊，第一句伊上帝吩咐这一切话讲啊，就10条街对不对？对啊，人讲。若要有一面啊，就是要迄面啊，这合理吼，你安想起来，但是就像牧师可能较介意的是另外一面啦，对啊，那是我可能我嘛爱约翰福音吧，我对，可能是迄个我嘛无要定你的做迄个，就是见着头迄个负责人故事，对啊，无就是约翰特别章，无就是像迄个。以赛亚嘛袂歹，是讲毋免惊，我是你的上帝。是，迄看到的真有迄个气力在内底。对啊，但是讲恁上贵的应该是10条街啦。是因为迄是约束的开始吧，一个约定的开始啦。嘛有一段时间是放在一个柜仔内底。啊，咱等下读用啦，用啦是规本拢趣味啦。咱来用台语甲读一摆吧。好，所以即马你用听可能知影伊在讲啥，但是咱中会使小较补充一下。好，约拿书第1章第1节，上主对阿米太的囝约拿讲：你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因为因的邪恶我有看到。毋过约拿想要走去他施闪避上主，伊落去约帕，拄到一只船要去他施。就立船会，坐迄只船，甲人去他施，闪避上主。第4节，毋过上主互海起大风，风影真大，船强要破去。船员真惊，逐个人哀求家己的性命，佮将船来毁灭迄落海，互船较轻。毋过约拿已经落去船岛底，倒地困甲真落眠。船长惊活去，甲约拿讲：你若遐好困，起来求救你的性命，伊检采会甲咱保庇，互咱免死。众人讲来讲去，来抽签，
看是啥人惹起这个灾祸，因就抽签抽到约拿。因问伊讲：你甲阮讲，你是安怎引起这个灾祸？你是食啥物头路？你倒位来？是倒一国？倒一族诶？伊因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上主天顶诶上帝，伊是创造大海甲陆地诶。遐人非常着惊，对伊讲：你到底有做啥物代志？遐人知约拿得闪避上主，因为伊有甲因讲，因就问伊：阮着安怎对待你，才会互海平静？因为海涌哪来哪大？伊甲因讲：恁甲我掠起来迄落海，海就会平静。我知恁拄着这个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虽然约拿安尼讲，船员要求尽力要甲船过挖岸，毋过无法度，因为海涌哪起哪大。因就求上主，讲上主啊，阮迫切求你，毋通因为阮互即个人死，煞害阮无命，毋通甲阮责罚，讲阮流无辜的人的血。上主啊，这一切拢是照你的意思做。因就甲约拿掠起来迄落海，海风涌就平静。遐人就大大敬畏上主，献祭互上主，搁下愿。安尼大家毋知听得出来无？真顺啊，我感觉，真顺。但是你若去买这本书来看，较轻松，因为内底有讲有一寡地名啦，比如讲啥尼尼微啊，你用印的的画一条线，你就知讲哦，这是一个地名啦，迄嘛是有差。对啊，这故事咱讲一摆好啊，因为我最近我搁读了一个注解，我感觉伊这，搁定心搁来读，你感觉讲，搁一个意思，写这个人有影是，迄个文学啊，是讲迄个剧情安排啊，拢非常的好。伊一开始就证明迄个重点，就是讲约拿嘛是先知嘛，咱讲话真是先知有法度听到上帝的话，啊，但是。毋是算命，是上主要叫伊去做什么代志。所以上主叫约拿去尼尼微这个大城，去甲警告。但是背景爱讲一个尼尼微，对迄个约拿来讲是对敌的城市，都市啦。对啊，啊，你即马是安怎叫我去甲警告？对我来讲无啥好处。这想要想呢？这是一个原因啦，就是讲无想要去做的原因。毋是逐个人听了上帝话就想要做教育者啊。这嘛是咱一般人，可能有人已经知影讲安怎做是好的代志。伊嘛无一定去做。可能伤忝，你知无？有人想要做好人是真歹做的代志。伊咧写这本约拿书的伊的欢迎啊，嘛是真侪人会欢迎。就是走去比起来的好啊，因为反正别人嘛无看到讲你咧甲上主讲话啊，因为看到你是先知尔，伊就点点的好啊。伊再用一个较具体的做法，就是讲伊走去一个较远的所在，看会使比起来无？迄个时代还未发现什么美国啊啥，所以陆地啊，欧亚大陆上西边就是西班牙，所以伊遮讲的迄个塔西就是西班牙，西班牙，用行已经上班啦，坐船较紧啦，所以就走去了伊一个港口，这约帕啦，约帕，而且甲钱拢拿不了，所以就想讲会使去上住啊。所以这一开始先说一段呢，都有真侪物件在内底啊。你若知影这故事了，伊来看一下的真顺啊，因为伊就拄着大风影啊，这约拿嘛真厉害哦，伊就歪插伊就继续等继续困。这个人就知影讲已经有啥物问题啊，伊个流口啊，讲算掠起这个灾个，个留着约拿，但是你看即摆约拿伊嘛是算老实的人呢，人咧问讲你是食啥物头路对对来，伊就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上主，但是我看嘛是安尼，就是讲你虽然敬畏，无代表讲。你会拢叫你知影爱做的路去做啦，定定是安尼啦。但是伊听无去行啦。对啊，伊嘛想开啊嘛，伊就是讲你甲我迄个最好啦。我愿意接受我的刑罚。反正是讲这个人煞歹势甲迄个罪咧。
伊感觉讲安尼敢若是台人是，尾啊实在是无法度啊，那得甲迄落水啊，伊个大海就平静啊，安尼听起来已经故事结束啊，但是还未结束啊，这就是精彩的所在，故事才要开始呢，对，但是咱们家你会使知影就是讲，这过程内底你刚刚讲用哪已经有忏悔啊啦，对了。伊愿意讲接受伊诶刑罚的，就是去用冰喺水内底。约拿书1章17节，上主安排一尾大鱼，甲约拿吞落去。约拿伫鱼诶腹肚内3暝3日。第2章第1节，約拿伫魚的腹肚內對上主伊的上帝祈禱講：我伫危急的時求叫上主，伊有應我。我對陰間上深的所在哀叫，你有聽到？你甲我掀落深海到海底，大水為我，你的波浪，你的大湧冚我。我想，你對你的面前甲我趕走。我要安怎才會當閣看到你的聖殿？我予水激甲要無命，深淵圍困我，海草填條我的頭殼。我沉落去到山的根基，地的門檻永遠甲我串地。毋過上主我的上帝，你有救我的性命脫離死亡。我的性命強要無去的時，我想起上主。我祈禱進入你的聖殿，到佇你的面前，所有牽條無路用的偶像的人，棄殺因對你的忠誠。總是我要用感恩的聲做祭獻予你，寫我下的願，拯救是對上主來。上主就命令迄尾魚，甲約拿吐佇陸地。這嘛是真好的祈禱呢。哈，真好啊！對啊，因為伊可能嘛想講。本來無希望啊吧，掉喺海內底，但是上主安排一尾大魚啊，就金魚啦，甲食起來。伊咧內底更咧反省啊啥，但伊嘅祈禱就是一大段，對上，比如講，迄個大水圍起來啊，啊咧叫海草拔掉嘅啊，伊佢會記得上主的啲啊，伊會記得講會使進入上主嘅聖殿。啊嘛用感恩的心，感恩的聲做祭物，知影講拯救是為上主來，啊尾啊3工了，迄個魚啊，甲用拿吐出來，伊就得救就對啊啦，得救了要安怎呢？就是從第一位照常愛去做啦，對，這就是這個故事的重點。就是講你要咪嘛找無所在啦，你不如就乖乖去做吧。但是你有第二個機會啦，就是講，就算講你一開始反背，嘛是有反悔啊，嘛是有夠機會，啊，這樣就乖乖去做啊。乖乖去做就是第三章。約拿書第3章第1節，上主的話第2遍傳予約拿講：起來，你去尼尼微迄個大城，將我交代你的信息對因宣布。約拿隨時起來，照上主的話去尼尼微。尼尼微是非常大的城，着3日才行會透。頭1日，約拿入城，宣布講：過40日，尼尼微會毀滅。尼尼微人信上帝，就宣布禁食，對大到細攏穿麻衫懺悔。這個消息傳到尼尼微王遐，伊就對王位起來，燙禮服，穿麻衫，坐佇火釜。伊閣對尼尼微人宣布講：王甲大臣下令，人甲精神、牛群、羊群，攏不准食物件，毋通互因食，毋通互因啉。人甲精神攏着穿麻衫，逐個人着迫切求救上帝。着悔改棄殺歹行為甲暴力，無定着上帝的回心轉意，無法大受氣，互咱滅亡。上帝看到因的所做有悔改，放棄因的歹行為，就改變心意，無將所講的災禍降落佇因身上。所以約拿就乖乖去甲警告嘛，警告無想着講
这嘛是真正反悔。这本甲别本无共款的所在，真侪本拢是你要讲，大家拢爱插你。但是这本既然尼尼微人煞接受啊，因为教学方法就是讲禁食啊，穿迄个麻衫，较歹材料较粗的布，这嘛讲了一项代志，就是上主嘛会改变心意的，有可能会使改变啦。另外一项，咱应该一直捌讲过，就是讲上主毋那是地理上四国拢看袂到的，种族嘛是共款。对了，就是讲你虽然是以色列人，你感觉讲迄个上主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但是伊的权威包括尼尼微人，其他的所在，其他的种族，其他的族群呢。所以这故事我真好笑哦，真的短短啊，就甲你讲真侪代志。即嘛拢无代志，你就讲这故事应该结束了吧？但是并无安尼，这用哪真性格，所以来看。4章，用那对这个代志真无欢喜，非常受气，就对上主祈祷讲：上主啊，我也未走离本国的时，兼毋是有安尼讲。我赶紧要走去他时，是因为我知你是有恩典的上帝，充满怜悯，袂快受气，有丰盛的主爱，会改变心意，无要讲再好。上主，不去互我死咧啦，我死比活得较好。上主因讲，你安尼受气兼对，约拿就出去城外，到城的东边，为家己搭一个寮啊。坐伫阴暗下，要看迄个城到底会发生什么代志。主上帝安排一张皮膜，互伊发觉比约拿较悬，最阴暗遮伊的头壳，互伊免艰苦。约拿因为这张皮膜非常欢喜。隔日透早，上帝安排一尾虫食这张皮膜，皮膜煞死去。日出的时，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拍约拿的头壳，互伊强要昏去，伊就为家己来求死，讲我死比活得较好。上帝对约拿讲：你为着这张皮膜受气甘对？约拿因讲：当然，我气甲要死。上主讲：这张皮膜毋是你种的，毋是你互伊大长的，一暝大长，过暝死去，你都会毋甘。尼尼微这个大城内面有12万未晓分别好歹的人，还有真侪精神，我兼毋免甲伊听惜。错，这段嘛真精彩呢，普世宣告吼。对啊，因为无欢喜原因是啥？是讲既然这人煞悔改嘛。我叫人。变了好，应该真正变好，就是伊。对啊，因为伊是伊对顶嘛。这嘛是我读来即嘛知影，就是讲，圣经有讲这大儿子的问题。我都知影吼，是，就是讲，这弟弟就是落甲福音书啦，伊拢无听话啊，那个乱开钱下，离家出走。伊哥哥的大囝，乖乖踮厝拢听爸爸的话，无做咩歹代志。尾来这弟弟转来，爸爸说欢喜个什么板凳啊，这大囝就无欢喜。讲我你遮尔听话啊，干嘛你也毋捌讲为了我甲我的朋友大家只牛啊，即摆你这个囝转来，你说你来抬牛啊囝，是太无公平啊！对啊，这敢若嘛是基督教较特殊的所在。悔改这样代志非常的受到推崇啦。对。这伫旧约的新约拢是一个足重要的主题。问题就是讲边仔人感觉讲那一开始拢无做毋对的人，所变成敢若是吃亏，知道吗？敢若是对啦，大囝迄款心态啦。我说这里边看，伫新旧约圣经内面是非常重视悔改啦。迄个大囝代表一种头拄我讲。伊乖乖做代志，但是心中实在无真正迄款的疼心啦，对兄弟姊妹的疼心啦，迄个敢若法利赛人咧吼，
条文拢照做啊啦，但是实在迄个听是无啦，所以爸爸才是正确的，迄爸爸才是正确。刚刚亚洲嘛讲啦，9加1，放咧安尼，要去找另外迄一只其实开上侪时间第一只顶头嘛，对啦，但是尾也是大家拢得到救啦。其实我家己，我4个有3个囝啦3个查甫2个查某嫁出去，3个囝，第一个接阮高中的公司第二个做医生，第三个身体一直歹咧，尾后读新人医，新人医的硕士论文写对残障的关怀等这的论文。阮4个我看伊一世人内面，至少伫我看的时间，伊上用心的，就是伫这个第3个囝。因为其他两个免照顾，但是其他两个爱有迄个疼心都有法度，感觉讲对啦，无会亲像迄大兄讲啊，你所有的时间拢系伫迄个你迄小弟身躯顶，你这个囝毋是阮小弟，对啊，有淡薄这个感觉啦，就是讲，这用哪感觉讲，因为伊个畅想的讲，我知影你是有稳定的上帝啊，充满怜悯啊，袂快生气啥。伊讲这淡薄意思是讲，你安尼处罚我，甲我变厉害咧。这你应该做真侪歹代志啊咧。我可能是听咧你的话尔，处罚我无照你的话做，我毋是做歹代志哦。但是遐个人是做歹代志，尾后你说互伊得到救，有即个意思在内底啦。所以就用哪个坐咧外口踮遐。甲一张手仔在生气，因为一开始上帝是我看踮遐晒日，互迄手仔生出来，较炸掉的，互伊较轻松。第二天迄个翘起啊，个变热啊，我是感觉上帝对用哪较严格一丝啊，上帝对迄个较强开要求较济咧。系啊，就叫咱大囝安尼吼，就讲人讲做好无想，做歹赔，感觉。对啊，这用来更较生气啊！上主只时阵在甲讲上尾一段，对，就是要讲的代志。但是毋管是这张手啊，啥，还是讲这人，拢是毋甘的啦。你有迄个听。上帝是所有一切受造物的上帝啦。伊这伫旧约内面，这本册就无简单。伊伫遮讲上帝是这世间所有的人的上帝。无你别位作者咧看，拢嘛是阮的上帝尔。阮以色列的上帝，但是即本有迄款普世的上帝，迄款观念就无简单。而且是毋那人了精神迄个手啊，拢是哦，拢是。系啊，所以短短一本册，遮尔丰富，无简单。就算我利用写故事来看，这嘛是高潮迭起，然后你讲伊有赞助，伊毋是讲搿些。故事讲啊就无聊也有什么毛海鹰啊，毛金鱼啊，毛迄个树啊，不，像你头拄咧讲的现在大家日本即马有将这个语言照咱即马的讲法讲出来这点真好啦。无你即马古早有一寡讲话，咱即马都无咧讲啊你照别个咧读迄有当咱的感受都袂遐深啦。分教就分教，你反正钱啊，我都听无啊，各位遐囡仔要哪听有像迄款物件就尽量莫安尼翻较好啊。对啊，就照咱即摆咧讲安尼翻。这段时间，咱来读一寡，咱以前可能捌读过，用新版来读的，加真清楚啦，加有感觉。马太12章38节，可能有人听来讲，说12章38节。就知影是第一句啊，应该有遮厉害的人。有。自细汉开始背到即嘛。马太12章38节，迄时有几若个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对耶稣讲：“老师，阮爱你行一个神迹互阮看。”耶稣伊讲：“邪恶奸淫的世代要求神迹，毋过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无阁有神迹互因。亲像约拿3暝3日伫大魚的腹肚內，人子嘛會3暝3日伫地深的所在。伫審判的時，尼尼微人會
甲即世代人做伙起来，甲即世代人定罪。因为尼尼微人听着约拿的传道了后，拢有悔改。你看，有比约拿更较伟大的伫遮。伫审判时，南方的女王会甲即世代人做伙起来，甲即世代人定罪。因为伊有对地的日头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恁看，有比所罗门更较伟大的伫遮。这魔术小解释一下哦，伊耶稣迄个讲更较伟大，迄是指伊家己啦。哦，伊遮嘛讲人子有3暝3日要对地极什么所在吼，对遐个出来，伫咧讲伊个故话啦，三工后故话啦。伊其实这话头到尾就是咧对遐经历教书个法利赛派攻击啦。伊讲这人吼做一寡宗教的外表的物件，就掠做恁足敬虔的。其实恁是比所有人较歹啊。对，恁爱悔改就对。恁爱悔改啊！恁人迄个时阵，尼尼微的人都安尼悔改啊！佮到有最后审判的时阵咯，尼尼微的人嘛来骂恁这人，恁嘛都爱悔改啦。变成讲，这的人应该是上了解圣经的人，所以一直都毋知影悔改。看他插讲要看什么形象，但是其他比因较歹的人，较毋捌圣经的人，都知影讲，都知影悔改啊！有个机会就要紧悔改，这是差不多伊的意思。耶稣他们家是伊嘛有缘一寡代志啦，歌话歌讲，伊是迄个神的囝遮啦。好啊，咱来读一寡迄个真好的经文，现代台语版的，咱甲读了好啊。马太第5章。第1节到第10节，不好了哈。这就是迄个登山宝训，山顶的教师，山顶的教师，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伊坐落去，门徒wat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咬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帮助。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子，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这个人讲的八福背后，其实这个旧的版本无差遐济啦，无这较无差遐济，对。还有朱德文是第6章第3节，朱德文意思就是耶稣教你安怎祈祷，教咱安怎祈祷啦，哈。主的祈祷文。马太第6章第7节，恁祈祷的时，毋通亲像外邦人讲了搁讲，因为因想讲较济话，上帝才会听见。恁毋通甲因相反，因为还未求以前，恁的爸已经知恁的需要，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重，愿你施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入担当未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未赦免恁的过失。其实这个我背无啥共款啦，无迄个第13节的尾啊吼，有诶版本有抄一个，因为国官能员工拢是你所到代代无尽阿平。即嘛认为即个无诶比有诶较有权威，所以你看遐有一个伊注卡下面就有字。有诶抄本有一句，有诶抄本无一句。毋过翻译经文诶人认为无一句诶人较有权威。了解，反正就是迄句
本来就是加起来嘛，本来根本就无嘛，本来根本就无。对啊，但是我想大概嘛是拢读家己背过迄个版本吧。对，但是这意思是较清楚啦。因为比如讲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派。对，迄句我是要背，但是你嘛免问我讲什么意思，还是讲我平常时会安尼讲，嘛是袂啦。但是咱遮伊就分较清楚啦。就你毋通互阮含落担当袂起的气担。对，足好呢，对啊，足好呢。讲到这样，阮迄个我去澳洲佚佗的时阵啊，讲佚佗较歹听，我去澳洲旅游考察的时阵，就是我拢去若拄个礼拜日啦，是讲迄个教会有啥活动，我就去参加。伊拢有一段就是讲读迄个主德文嘛，你听迄个 tempo 才会知影是主德文。有一个牧师伊就较特别，就讲我知影现场真济别国家，恁用家己的语言好啊。嘛真趣味呢，但是安尼大家读了，迄时间差不多。对啊，你著边仔偷听人别语言迄主德文，就大家拢知影这是啥物件啦。但是这个实在是真好的祈祷啦。我真爱一句下面阮的歌舞，亲像我嘛下面歌舞阮的人。对啊。好啊，咱过来读迄个诗篇23篇，这咱讲过真侪摆啊，但新版嘛无讲差真侪啦。诗篇第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新的气力，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听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意思差不多啦，小可变化，譬如讲什么，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本来是啥？你的棍、你的拐，拢安慰我啦。没，我这句无啥共款的。既然一开始有讲是10条街，读起来10条街的心态。第出埃及记20章第1节。第1节是上主吩咐这一切话讲，第2节就第1条街。好请。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有将你对埃及地最路财家带出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甲因跪拜，嘛毋通服侍因。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怨恨我的人，我追究因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遵守我诫命的人，我施恩予因直到千代。毋通滥用上主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用上主的名的人，我上帝一定无甲伊当作无罪。就会记得安息日守做圣日，6日内就拍拼做你所有的工课。毋过第7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萝卜、女婢、精生，以及寄居伫恁中间的人，拢毋通做工。因为6日久，上主创造天地海甲迄中间的万物，第7日就休困，所以上主赐福安息日，设立即日做圣日。就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通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享受你的地久长徛起，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伪证陷害你的厝边。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嘛毋通贪你的厝边的母、萝卜、女婢、牛、犊，还是你的厝边任何的物件。咱就10条街嘛10条街。敢有当时写较短啦。要另外一个版本伫倒位。这是完整的，因为有解说。申命记5章1节到21节，
你都无共时阵记诶吼，有一寡文字会小可无共。内容差不多啦。对啦，这个较早，嘿，这个较早。可能讲到尾啊，拢会有精简版本啦。对啦，对啦，对啦，拢是安尼啊，对因为大家拢知影你要讲啥。啊，讲到这个，我去讲无聊，我去查一个，咱都有一个所在，人甲迄个圣经拢放伫顶头，有真侪种语言诶。即嘛无会现代台语啦。迄英文诶，伊当都统计讲，有一段时间了啊，上侪人去找金句，有10句咱个读好。其实我看了，我感觉，我想象无啥共款诶。安尼啊，是讲有个人已经即熟啊，袂去查。无啊，第一句是差不多大家拢会想到啦。但是愈来愈奇怪。那没啦，还好啦。咁样呢？这我说可能较熟，我有个看了，我感觉真青分呢。好来，第一名是约翰福音3016节啦。约翰福音3016节，上帝连伊独伊的囝都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伊遮尔疼世间。这是第一名。第二名是亚利米29章11节。亚利米29章11节，上主安尼讲：我确实知，我为着恁定的计划是要互恁平安繁荣，毋是要互恁受灾厄，通互恁有光明的将来。正面。第三名是罗马书第8章28节。罗马书第8章28节，咱知万行事互相运作，互遐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这就是这句嘛真出名，万事互相效力。看华语和本圣经的万事互相效力迄段，原来是安尼哦。第4名是腓立比第4章13节。我靠属我能力的基督，应该是12节到13节吧。你几读？好来，第4章。腓立比第4章12节，我知安怎过善车生活，嘛知安怎过富足的生活，是饱还是枵，是有剩还是欠缺。我已经得到秘诀，就是无论什么时阵、什么所在，我拢知足。我靠赐我能力的基督，我有气力通克服逐款的境遇。这段我最爱。这无书以前捌读过金句。对，这句绝对是金句。对，保罗甲彼得拢真了不起的人，无话讲。但是伊嘛够写，还是讲伊讲的话嘛，拢真有气力的。过来跳到第6名，创世纪。大家想讲爱来迄个。爱复习一下吧。创世纪第1章第1节，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混沌，还未成形，深渊的顶面黑黑暗暗，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上帝讲就光就光。我想可能大家要应用的时阵吧。有当时爱等来查看。有记唔对电台讲了第一句，这世界怎么开始安尼？个箴言第3章第5节，箴言第3章第5节，要专心倚靠上主，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伫你一切的所做，拢要尊重伊，伊会指点你的路。这句嘛真出名，那袂歹吼。这句真出名，家己上紧要。第6节嘛是呢。第6啊，我读了呀。读了。我5甲6做伙读诶。这做伙啦，这两个做伙。过来是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着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佮完全的旨意。这嘛袂歹吼。真好。真好。这是保罗写的。排名拢真头前嘞，倒来腓立比第4章第6节，拢毋通看入什么，万事就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
这无算我捌读过金句，对，这个嘛捌，这拢有一寡无啥共款，但是意思较清楚啦。对啦。啊，个上尾一个第10名是马太28章19节，这段马甲足爱。安尼哦，啊，对，因为都照样来啊，当然是因为这句吧。马甲足爱一段，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反正大家应该去啊，这本买回来啦。加真好读啦，加足好读啊！啊嘛，我老实讲，我是定拢看汉字啦，我有当时来看边啊白话字。对啦，加减爱看。副白话字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会当对照来看，音会较袂去谈对。因为我已经有这本好古话啊嘛，我不时咧看。伊算真认真诶，伊迄白话字甲迄个汉字拢尽量甲对共一项。对。所以你安真好找啦。排这方面是有专家咧排啦。但这应该真开时间啦。我是要讲这有影是无简单。毋若是翻译，是讲规本印出来。这你若讲看他汉字，也是讲白话字，就较无这个问题咧。就两个你一个摆好教，那是真痛苦的。我哋听到开始的时，拢会做开始。哎呀，真好找啊！表面的时阵嘛，拢有对调的。好啊，无是有啥物补充的无？这本圣经是已经翻译过程已经有3个过身了。安尼哦，白起你甲即嘛，你甲对看嘛，真正迄代志变作济。100年，迄100年，迄无个定番咯，真正读无啦。其实华语我嘛看几个版本嘛，差就这样。有一个现代中文。现代中文日本就加足好睇。对啊，嘛注解啊啥。希望以后佫有新版的啦。对咱已经离开，这可能有一款 revise 的版本出来，这修订版出来，可能后日有人反映啊，大家感觉讲，这煞爱修订者，一字啦，什么迄款的，佮加减会有啦。我意思是讲，若佫有新版，代表讲这个语言佫有人在用啦。哦，是今仔讲无人要用啊，了解。就转版去啊，迄个真无彩。我其实嘛是看无偌久了，随订偌一本吼，我心内小可有安慰讲，我甲你的想法相像，要佮偌济人第一要讲台语。嘿，其实卖了袂歹吼，听讲真济，数字是免讲，但是可能比大家想象拢较好哦，比我想象较好。真好，真大本。我要讲一样代志，就是讲，可能大家拢捌听过白金记啦。啊，莫比迪。白金记其实就是为用拿记发展出来的。迄个作者伊是真敬虔的人啦。所以白金记内底有真大段的在甲咧注解这个用拿记。迄我找时间甲翻出来，那读你就知。伊甲真济迄个古情佮甲讲了佮较刺激安尼。譬如讲，咱伫读这个时阵，第一段就讲伊要去坐船嘛，就紧加钱纳了，伊就坐船就出发啦。伊迄内底就为去迄个码头啊、找船啊，行去互发现啊，迄过程拢写了，互你感觉讲，其实。因为真侪无啥确定的所在啦，毋知影家己咧创啥。当真正咧问讲你是啥，你倒来的时阵，敢若是迄句话互伊醒起来。讲伊想着讲家己是啥，爱做什么代志。因为基本上都有真有文学价值啦。有心态价值嘛，真有文学价值啦。白金记内底有真完整的迄个介绍。我所以个人应该知影吧？我小可知。变成讲。迄个船长是另外一个真热心的人，伊就是硬要掠咧迄只白金，尾啊，两个拢行入一个无好的结局啦。但是可能袂用安尼来互你反省讲，用哪讲有当下悔改，日子会记真好过。我一直坚持做一寡迄个无意义的代志啦，对啊。好啊，咱想要来读金句吧。咱今日金句马太22章37到40节，耶稣应讲：你着专心、专情、专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上大佮第一的诫命。第二个嘛相反，着听厝边亲像家己，
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拢用这两条做根据。马太22章37到40节，耶稣因讲：你着专心、专情、专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上大佮第一的诫命。第二个嘛相反，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全部律法甲先知的教示，拢用这两条做根